继续要来讲台中机场，这几年来只有廉价航班不断来增加。台中市长罗秀燕看袂做哩，更替台中机场特别变做廉价机场了。所以市长把机场的扩建案退回中央，希望交通部爱具体来规划。但是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这是伊咧做市长的时阵努力真久，才甲中央争取到240亿的预算，那是来中断真可笑。台中青泉港机场伫台湾的中心，飞到日本、韩国、香港等亚洲主要都市拢真方便，不过干那俗价航班尔。和市长罗秀燕讲，机场将要变成俗价机场啊，所以讲伊向中央退回机场的扩建案。中部人可以接受16年后我们才有个国际机场吗？这个议题是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东西，我们必须反映，否则的话我们会愧对台中人，愧对中部人。罗秀燕讲，有偌侪人会开几千块交通费到台中一较小的无人机，交通部的计划内面，要到2035年以后，台中的机场才会升级为国际机场，对中部的人来讲真无公平。不过，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讲，伊伫台中市长任内拍拼真久，才甲中央争取到240亿的预算，通过台中机场整体计划，即马若停真无彩。未来的像机场捷运连外的道路这个都跟地方政府有关。那现在如果地方不做了，这个是我想台中人一个最大的损失。台中机场最大的问题伫伊是军用机场，所以讲会使互民航使用的范围无够大，到底要安怎定位？前后任的市长无共调。会使确定的是，台中机场要升级为国际机场，还阁等真侪年。